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2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先来看今仔有什么新闻重点。宜兰市早起一台客运车甲幼儿园的校车相撞，校车并车，车顶12个囡仔甲一个老师重伤送病院。前高雄市元旦地中因为洗钱顶罪伫个关，有人别讲伊伫家家有特权，家己带一间，伊毋过家家强调绝对无特权。Costco 一款进口进油的摩佐多拉 cheese， 互验出有致癌物，已经回收138公斤，也毋过5000多公斤，已经袂到市面咯。先开始来看宜兰市的朱航路甲雪峰路口，早起一台客运车甲幼儿园的校车相撞，校车并车，车顶12个囡仔甲一个老师重伤送病院，加载拢无严重，两个驾驶拢无啉酒。初步嘛调查讲，这台校车嘛无超载的问题，事故的原因搁会调查。一台幼稚园车是冰雹倒伫路边，挡风玻璃拢破去，囡仔的册包搁留伫车内。宜兰市朱峰路含雪峰路口，一台计程车含幼稚园车相撞，在囡仔的车变去，好甲在两台车的人拢轻伤尔。幼稚园的学生经过消防人员初步处理了后，一个去了救护车，因为受伤是大家一直喊，拢总送去急救。根据统计，这个事故总共是12个学生和一个老师，13个人受伤。来的时候已经快要过马路过十字路口了，那个被计程车撞到。我在上班，赶快请假过来。哦，还有吓到？有啊，愣了一下。我嘛看到就来不及了。你看，在事故发生了后，囡仔的家长是较紧去病院看囡仔。计程车的司机讲，家己嘛有载一个囡仔，车速无偌紧。幼稚园车的司机是无愿意加讲。这个事故是发生在早起的8点9分，在雪峰路主干道的计程车载一个囡仔，驶到朱航路和雪峰路口对边啊，弄到一个对朱航3路出来的幼稚园车，弄到并车。那详细的肇事原因有待后续的调查厘清。那本分局也在此呼吁驾驶车辆行经5号字路口，应遵照道路交通的标志标线来指示来行驶。警方初步调查，这两台车的驾驶酒测单拢是0，无啉酒驶车。详细事故的原因搁要厘清。县府初步调查，这幼稚园车会当载19个人，事故的时阵车顶连司机敢若13个，无超载。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湾甲巴拉圭已经建交66档了。巴拉圭的总统董选人贝尼亚将来台湾访问，早起甲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见面。贝尼亚感谢台湾过去对巴拉圭的支持，嘛望讲未来融资的计划会当继续。伊嘛承诺讲两国的邦交5档内未变。巴拉圭总统当选人贝尼亚带领校内各官员访问台湾，早起先甲副总统赖清德见面。因为赖清德可能代表出席贝尼亚8月份的就职典礼，两个人的互动嘛引起大家关注。赖清德嘛感谢贝尼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今天就是用行动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也向国际社会传达我们两国坚定的邦谊。12日嘛是台湾甲巴拉圭建交66周年的纪念日，贝尼亚强调讲，希望透过这届访问台湾，强化两国之间的邦谊。甲总统蔡英文见面的时阵，两边表达感谢台湾对巴拉圭教育甲国体的支持，希望未来对巴拉圭的融资计划会当持续落去，嘛做出邦谊未变的承诺。Y a reafirmar mi compromiso, nuestro compromiso como paraguayos de estar al lado del pueblo de Taiwán en los próximos 5 años. 面对威权主义的扩张，我们也期待台湾和巴拉圭能够一起站在民主自由阵线，为全球的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贝尼亚所落来会参访台湾科技大学、甲台湾世界展望会，而且举行产业座谈会，参观经济建设、文化设施，希望透过台湾的投资计划，在巴拉圭创造就业机会，改善产车情形。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顶罪，5月中立假服刑。毋过有当封管出的人表讲，陈志忠封管有特权，伊家己一个人住一间，一工得当出去溜溜的2届，阁有电视通看。毋过高雄第2家是强调讲，陈志忠并无特权。前总统陈水扁的后生，前高雄市议员陈志忠，因为洗钱顶罪，被判刑1冬。5月11日入去坐监，到大只拄满2个月，就互人亚空讲伊坐监嘛有特权，伊拄入监都会当家己一个人住一间，若亚空者是9个人住一间，而且陈志忠一工会当有2届的自由时间，入监无偌久就会当看电视，甚至上近7月就会当申请去活一家。亚空者批评陈志忠坐监袂输来度假。评估。它不适合放在那个大房间哈，我们把它放在小房。啊，放在小房的时候，当时是没有适合的人选跟他同住。好，那在6月初的时候，配业到工厂以后，哦，就跟另外2个室友同住。若家gov这边强调相关的代务拢有照规定行，考虑到陈志忠的身份，若拄到政治立场无共的收容人，惊因的黑白化休起无空，影响介护安全，才会挑工加自由时间跳开。另外，家gov对要被满第3级的受刑人，敢若限制因买收音机，摕伫手里的电视会当买无问题。若陈志忠虽然符合外籍工的申请资格，不过伊敢若领表领，并无申请。没有依照累积处理来做的话，现在监狱刑法新法下有外部视察小组开放受刑人反映这个监所有没有什么特定的状况，它是一个独立的、透明的机制。司改会嘛讲坦白，各单位的外部视察小组拢是家gov家己熟悉专家组成的，因会继续监督相关报告的品质，要求徛名。司改会表示，家gov的管理虽然爱有存求的空间，不过安怎裁定应该爱有规范。若阵存求的空间伤大，毋但会有特权的问题，无可能互家gov摕来甲受刑人黑白徛空，应该爱有明确的规定，互外界会当检视，受刑人嘛会当申诉。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看汉光演习，7月24要开始，桃园国际机场、桃园炼油厂早起嘛继续演演。中共解放军昨到今仔24点钟内，就有38架次的军机、9只军舰伫台海附近的活动，有32架次的中共军机飞过台海峡中线。无共涉水烟一直问出来，无记特军突袭桃园炼油厂，国军随做反击。现场一直听到枪声，虽然是汉光实兵演习的预演，不过看落那真的，就是要落实演习实动作战。结束特军了后，随进行搜查，无记执行任务，实际一切拢真认真。镜头来看桃园国际机场，同款咧进行汉光预演，无记特军空降进攻，国军随做反击，了后出动救护的人力，用软桥甲受伤的人紧急送病院。汉光演习实兵操演，24到28就要举行，相关单位赶紧预演调整细节。不过解放军算是增加扰乱台湾的力头。国防部表示，11大批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目的是要配合远海中航舰船，在台湾东南应变区外口实施海空联训。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绵密掌握，并检派任务机、任务舰以及岸置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国防部公布11到12、24点钟内，侦查到38架中国军机、9架中国军舰，持续伫台海附近的活动。其中有32架中国军机下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咱国西南甲东部防空识别区。值得关注的是，一架空警500预警机出现伫东沙岛东北边，一架直到反舰直升机伫咱国东南防空识别区飞行，研判这个所在有中国军舰活动。记者综合报道。两岸的情势紧张，有民间团体去年推出台湾头一本民间版本的民防手册《公民行动指南》，今仔又阁有上新的版本，内容针对发生战争，民众安怎应用、安怎来保护家己做说明，嘛受到美国 NGO 团体的支持。罗西亚和乌克兰的战争牵动大海局势，民众嘛开始在关注全民国防。民间团体 Watch Out 去年推出台湾第一本民间版的民防手册，也就是《公民行动指南》。7月12日宣布要升级发布新版的积极行动指南，按算伫11月要出版，邀请国防专家、民间团体、企业做伙合作，嘛得到美国 NGO 团体的支持，强调美国是台湾上好的盟友。就连美国在台协会嘛真关注这件代志，让大家
家了解战争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你该如何针对战争做准备，甚至我们可以如何在战争的情况下，和家人朋友一起守护彼此，一起守护台湾这个家园。这手册我们将免费的在网络上让大家可以下载。That the people of Taiwan have no better friends than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I see people that, regardless of their background, regardless of their politics, are standing up to make Taiwan strong and to make Taiwan safe. 民进党立委林正基表示，超过半数的台湾人欠缺基础的国防知识。这届新版的民防手册会针对战争情境，教民众安怎做准备，安怎去分辨敌人甲敌情汇报，也佫有要安怎应变保护家己和亲人。针对国防部推出的全民国防应变手册，林正基认为这两种版本会当互民众互相参考。另外，国安局长蔡明干进前讲，中国目前也无能力发动战争，台湾即马也无遐尼危险。这个讲法嘛引起外界的讨论。不讨论中共什么时候可能会有这个能力，或者什么时候会相信自己会有这个能力，而可能采取行动。我觉得这是最遗憾而且最糟糕的一个公部门的示范。吴怡农就批评政府拢急放风，就应该要互民众了解中国当时有可能会拍台湾，当咱有战争风险的评估，才会当做好万全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大学指考分科测验，今仔明仔载2天考试哦。今仔头一日是考物理、化学、数学甲，佮有生物4科。大考中心统计，今年是有42000个考生报名，比去年增加13000外个考生。嘛，因为疫情解封哦，来备考的家长阁袂少。加油！加油！加油！特别语替考生加油。大学分科测验12开始，疫情较好了后，家长服务队和高中的加油队总算会当去考场外口来服务。备考的家长人数是真多。是想说试试看会不会更好这样子，进去看个书啊，然后就可以考了。应该资工系吧，竞争还蛮大的，所以小朋友有压力，我们家长也会有压力。这样，真侪家长反映讲，看到去年的分科测验，有考生是加分关注，考到比有期搁较好的校系。大考中心统计，差不多有42000个考生报考，是比去年大增加13000外的人。最后分科测验的分发的情况比较起来，它的录取的志愿进步的幅度大很多。好，所以去年的这个现象会影响今年的考生。师大考场这边总共有40间考场，另外有4间的备用试场，有1444个人在第一天的报名。亲像82区的考生是全部拢集中伫台湾师大来应考，就开40间教室，因为报考的人数加真侪，大考中心查杂职工各市场的分布，有家长团体是真有意见。家长来服务我们这个帮学生发便当，所以只给我们1天的作业时间，真的是太赶了。物理科应考人士应到的人士应该是23057人，结果实到应考的是有21778人。大考中心强调，第一节物理科的欠考率是比去年减真侪。早起物理和化学考了后，下晡是考数学家和生物。搁一摆提醒考生爱查身份证，也是有相片的健保卡才证件来应考。若确认答题卷了后，爱会记得签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 Costco 有物件又搁出问题，这个是一款进口的浸油的摩佐罗拉 cheese， 互验出有致癌物。小署早起开记者会说明，强调讲，目前已经回收138公斤，今年上半年进口7批，将近5000公斤，应该拢食入去民众的腹肚内咯。美食卖场好市多进口的油脂摩佐罗拉甘露，进前陆续伫边境甲后市场验出致癌物环氧乙烷，卫生单位下令业者回收无合格产品。小署表示，到7月11为止，已经回收138公斤，而且进一步清查发现，今年1月到即马有7批总共4798公斤的同款的甘露产品进口，向前已经互消费者食入腹肚。今年度的部分还有7批的产品但是因为它的这些产品因为效期很短，我们看这个产品大概制造日期到有效日期，大概这个保存期间大概是2个多月。用在药品供应部分，常常用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喷片剂，爱明氏传出欠药
消息表示，根据健保资料库显示，去年爱民市喷药剂平均一个月用量差不多10万支，不过今年1月到4月，每个月平均用量到13万支，所以也协调业者保留一定数量给诊所和药局。药局的部分，我们也协调业者保留一定数量供应给药局，可作为慢性处方签病人的时候，可以就近领药。消息强调，目前国内也核准其他类固醇成分的喷片剂，和医师处方替代使用。爱民市原有抢在台湾的专利，会在今年11月底期满，医用业者申请查验登记，而且已经审查完。到时阵对应核发药品许可证，制造共成分的含药药上市。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转好了后，各行各业拢会欠工。台中市政府统计，目前是以服务业、制造业、和科技业上欠工。今仔台中有一场征才的活动，有餐饮业者开出7万块的薪水，要找经理。活动现场人客，民众压头来写履历表。台中市政府7月12日举办一场征才活动，开出560个课，去引真济第二度就业的民众来了解状况。服务业就是类似像超市或者是百货业之类的，对，因为曾经有那边做过，所以就可能会比较往这方面去找。服务业，大概基本薪资吧。疫情过了后，各行各业拢真欠工。征才现场总共有15间企业来摆搭。根据台中市劳工局的统计，服务业、制造业、科技业是欠工上严重的头3个产业。有连锁的早顿店甚至开出7万块的薪水，要请2个营运经理。我们业绩有达标的一个部分，可能是对于说开店啊，对于说整体的一些门店的一个供货的一个量有达成的话，它是有机会来达到我们这样子的一个7万块的一个职缺。我们统计啊，包括像跟去年的比较，我们这些服务业，包括餐旅的，还有包括饭店业，大概成长了有将近2成以上的这样子的工作的一个机会啊。就业服务处表示，今年服务业的人力需求平应过工期增加2成，现场有超过4成以上的膝头，薪水开到3万8，无限制学历甲经历的工课也要挖300个，求职的民众会当把握机会。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临时行政总处第109年宣布讲，公务员的加班会当以分钟来计算，也毋过一寡轮班制人员，亲像是台病院的护理师，嘛是以点钟来计算哦，互因真不满。也毋过临时行政总处是表示讲，因会阁来讨论。疫情之下，守护伫第一线医护人员，一直是患者上界安心的靠山。毋过拍拼做工课的背后，轮班制台病院护理师，若是拄到加班无到1点钟，都袂属是做工的共款。像我上个月来说，我总共申报了8个小时的加班，但实际上我工作的状况以按表去计算的话，如果是每分钟加班余数可以计算的话，我总共应该是可以申报到12个小时。行政院人事总处从109年3月份开始，宣布试办公务人员加班医术合并计算。不过，这项美意并无把轮班轮替的人员包括在内。地属伫台病院，就拄到工课场内底，同款工课无共制度的情形，因若同款的问题，嘛有可能出现伫警消人员家。在救灾或是救护的现场，根本不可能有所谓时间到了我就走人，时间到了我就下班的情况。家己辛苦加班的时数正做乌数，长期累积起来就真可观。工会代表批评讲，人事总处都是目睭刻，无看就当作无代志。刚讲无做加班医术的次班，都没有加班劳动的事实。除了台大医院其实还有其他的医院，是不是有类似的状况？我想这东西我们都会一并了解。那我们希望说，力求在政策在调整的过程中，是尽量能够完整一点、完备一点。人事行政总处回应讲，因为调整政策牵涉到真侪层面，才提议爱搁等去讨论。而且伫立委王婉如的要求之下，答应伫1礼拜内讨论出台病院敢要大升做7万点。2个月来回应基层团体提出的诉求。记者综合报道。中华警方抓到一个潜逃的通缉犯，伊伫逃亡的期间佮带青少年犯早期伤害的案件。警方接到报案，伫7月初就发现嫌犯的行踪，找到去抓人。黄姓主嫌本身是一名枪炮通缉犯那逃亡期间他会吸收一些少年在身边，然后从事一些诈欺，还有伤害，还有斗殴，还有一些妨碍自由等等的一个案件。黄姓主嫌他本身就有一些持枪作案的一个记录，
那因为这次的部分我们得知它会用枪自重那我们在围捕的时候就有身着相关的一个防护器材，还有防弹盾牌来做一个攻坚查缉。中华警方探嫌犯的群的是2人，一个姓黄的通缉犯住的所在，伊嘛查到讲伊阁有K他命等毒品，甲一支手枪4粒枪支，嘛甲这个嫌犯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再来看台湾的少年投手沈佳希，因为球速上近到153公里正受到美国职棒的注意，是最近上有机会去美国拍球的选手。也毋过，伊伫顶个月底啉酒赛车互掠着，这嘛有可能会去影响到伊的前途。我介是感觉真可惜。第四轿车为下底驶出来，警察骑喇叭爱先停落来。手机不要边拿着安全带也要系啦。赛车看手机啊，阁无绑安全带，互巡逻员警注意到，驾驶将车窗摇落来，飘出真高酒味，酒测器一本0.6次，果然出现酒精反应。你叫什么名字？沈佳希。酒后赛车10人报身份，听起来真熟悉。原来伊是开南大学棒球队投手沈佳希，99岁，球速约有153公里，有火球人的外号，真受美国职棒大联盟 MLB 的关注。我们很好奇说，怎么会被拦他？然后因为警察就是说他刚好看到，他就把他拦下。下车之后就在这边坐着，然后等他开单啊。沈佳希酒后上路，发生伫顶个月底，29个朋友伫台北市信义区夜店饮酒了后，各个东区 KTV 一路唱到30天光。赛车载朋友准备回学校，带起步就被抓落来。伊表示，就是已经酒退啊。警方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请地检署侦办。另外，同车乘客也一并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自单开罚。作为新生代球星，有希望去美国发展，因为酒后赛车老路污点，公车三动恶连做法。相关法办局暗过拍开酒后赛车触地数据，每年超过5万件。呼吁大家食酒了后，千万唔通过赛车。记者综合报道。MeToo 运动拖延个月某人逼出宗教界的骗蛇事件。一个台大的毕业生就指控讲，伊和学校社团的牧师骗蛇当半，后来伊提出告诉，这牧师嘛被判刑。有宗教团体嘛呼吁各界做伙来关心宗教界的问题。台湾MeToo运动滚到5月月，宗教界有人勇敢发声。有一名台大毕业生伫面册压出，要互校方团契当中的资深牧师性骚扰年半，家己提过了后，加害者以刑法第228条被定罪。是全台第一个宗教权势性骚扰的司法判决。宗教团体代表站出来，呼吁各界关心宗教系统当中的案例。教会的个案非常特别。整个压抑性是特别的强烈，所以这种以大局为重的帽子影响到他跟家族，甚至他会被逐出教会，甚至要离开这个宗教。牧师点出，宗教团体相对封闭，其中的权力关系也较复杂，佮常常维护团体名誉为理由，无重视或者是消极处理性平事件，互受害者求助无门。在宗教场域内，这些加害人因为自己在自身在教会里面的职务，又或者是地位，而有利用这样子之间的信任关系达到这样子的状况或是目的。这些人可能是他们所尊敬的人，他们所信任的人，他们所认为是一个神圣的这个代表的这样子的状况之下，让他们造成了许多的混乱，甚至更多的恐惧。宗教的有关的这些立法当中呢，对于性别平权相关的问题呢，在今后我们也能够加以重视。学者认为，若希望推动宗教基本法，应该由法制面建构宗教内部的承包的防治、求助加调查处理机制。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五，环保署进行协和电厂改建第4天然气接收站的环评审查，因为临时换会仪式改做线顶开会外界质疑讲是互相审查。早起有家人的在地人士跟环保团体去监察院定情，嘛话讲环保署长张祖吉落台。张子静下台，张子静下台。
伫监察院外口发着要环保署长张子敬落台口号，守护外木山行动小组佮有环团代表，希望监委会当调查顶礼拜五环保署举行协和电厂改建案的环评专案小组审查，限制公民参与佮变乌箱，无有警甲环评委员带到另外一间会议室，该以线上来审查。要求署长张子敬应该为这个侵害人权、侵害民主、侵害公民知情权的这非常夸张的违法环评来下台负责。在地团体批评，顶礼拜五环保署的环评专案小组审查会外口，真正的警力来防人民到会议室顶头发言，佮采一个人入去，一个人出去。互因佮较不满的是，临时换审查地点佮方式拢无爱做沟通，恐惊是要互开发案的环评审查强行通过。如果这些都不用沟通，那我们的环保署就根本已经做好准备，要升格为黑箱部。环保署早无派人说明，然后发出简单的声明，表示环评会议秉持的精神是：我无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讲话的权利。解说对当日发言定数的调整，是为着要保障民众的发言权。对行动小组到监察院到陈情书表示尊重。记者林正明、王兴中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推动司法改革案，虽然引起正大的抗议，也毋过7日伫国会一读通过，全国各地又搁开始抗争，将有上万的民众甲往来三大都市的高速公路冻掉的，要俾货车驶上路。民众嘛伫总统佮部会首长的官下抗议，警方强制驱离，嘛发生冲突。在以色列警方强力追查攻势之下，抗议政府司法改革的群众赶紧闪开，也毋过继续发民主。以色列国会7日暗时以64对56票，一同通过总理纳坦雅胡及由联名推动的司法改革案，引爆就伫外口的反对群众怒火。在一透早，示威群众兵分进一路，包含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甲海法三地，伫交通尖峰的时间，围堵主要交通干道。甲警方引爆冲突，民众杀警方，警方连人带马跋伫涂骹。目前知影各地至少71人互警方掠去，几啊千人包围本古利安国际机场，其害声势是正大。2021年11月，纳坦雅胡甲极右派阵营组成联合政府，以色列重返保守鹰派路线。而且推动的司法改革案，互执政联盟有法官任命权，佮互国会推翻法院判决的权利。反对人士认为，司法改革案涉入最高法院权限，互政治乌手伸入司法，侵害选民权益，威胁以色列民主体制，引爆抗议潮继续几啊个月。To some extent, there's a showdown between the government wants to promote this legislation and concentrate more and more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elected politicians from the coalition. 反政府声音也扩大到以色列军方甲情报安全部门，差不多300个国防部网络单位、甲国家安全局以及情报部门的后备军人表示无履行职务。工会代表是烦恼抗议潮引起罢工，互经济更加惨，呼吁政府解决混乱的局面。לראש הממשלה, הכדור בידך, לאן אתה לוקח את מדינת ישראל? מה המורשת שתשאיר אחריך? 司法改革法案需要3度进行法，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会代表、LGBTQ 性少数族群甲其他族群也加入示威，希望守住以色列最后的民主防线。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北约将同意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也毋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将对北约无定出讲什么时间会当正式加入表达不满。另外，北约嘛伫领袖峰会结束了后的公布，针对中国表达强烈谴责，批评北京小停罗西亚，佮以军事行动威胁台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希望加入北约，伫其峰会路顶悬推文，无设定邀请或者是入名时间表，事无前例，而且含糊。Україні безпеку。伊推文几点钟了后，北约伫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举行的领袖峰会也同款表态。
When a war is going on, that's not the time for making Ukraine a full member of the alliance. Be allies that assess whether the conditions are met and then make the decision on an invitation. 土耳其已经支持瑞典入会，美国方面总统拜登讲这是历史性事件，国务卿布林肯认为这是向普京发出强烈信号。乌克兰也已经整合成功所需要一切。第一天，法国总统马克龙个承诺提供飞弹，俄罗斯方面认为北约支持的差为敌。 различного вооружения. Уничтожены 21 самолет, 5 вертолетов, 1244 танка и других боевых бронированных машин. 我北约伫领袖峰会了后公布，对中国发出历史上上强烈谴责，批评北京天后军事威胁台湾。 China is not our adversary, and we should continue to engage. But Beijing's increasing assertiveness affects our security. Refusing to condemn Russia's war against Ukraine, threatening Taiwan. 史托滕伯格表示，中国发展核武速度甲规模，拢是以前捌看到，而且无透明。北约面国同意借钱防范中国的威胁。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 过来消息来看，气象局昨下晡针对台中市嘉义县、佮有台南市发布大水豪特报，伫昨暗的7点半解除。也毋过伫阿里山乡的达纳伊谷附近的山美大桥，昨暗头啊溪水涨起来，有3个查甫人掉伫对岸，救援人员是用绳仔甲3个人平安救出来。 看桥的水流，救援人员想要渡河，拢要大力甲绳仔扭掉的，非常的惊险。电火一直投射到对岸，互救援人员会当看清楚，嘛同步将也着受困的民众，会当看到因驱坐伫河床边仔大石头悬顶等待救援。代志发生伫11号下晡，将近要暗时这时阵，3名男子结伴到嘉义阿里山乡达纳伊谷附近的山美大桥骹，因为气象局10号下晡，捌针对台中市嘉义县顶所在发布着豪雨特报，达纳伊谷上游的李家川7站。 气象局资料嘛显示，11号下晡1点到4点，累计落着64.5毫米的雨量。过到了后，山区的大雨嘛，互溪水涨起来，3个人赶紧走去沙洲来求救。阿里山三美大桥上有200公尺处有民众受困于沙洲上当地消防队出动12个人协助受困民众穿好装备了后，请因随来渡河，3个人平安，嘛互引导到安全的所在。嘉义县消防局嘛提醒民众，要爱注意天气的变化，若知影落雨，千万毋通去山区。记者王刘婷、陈显坤嘉义报道。 安伫航空城铁尘河的地区长的整地，也毋过民众翕到蹲地基的土拢是乌土，反倒讲是受到污染的乌心土，嘛向议员订情。嘛航空城工程处到现场乌土解释讲，这个土是对鼻仔乌的，绝对无受到污染。民众用手机甲桃园航空城用朴实的土配添地基的画面翕落来，烦恼受污染的乌心土。 嘛，烦恼赶工课可能造成地基拍无在，影响中间的品质。有市议员接到民众的申请，请相关单位来会勘。5000里的安置结果呢？工程处在施工回填的土方是灰黑色的，到底是土方是什么土方？所以说非常的着急。议员要求落实工程品质，好好把关，针对民众烦恼土地用无清气的土瓦回填。 惊永年粪扫废弃物非法掩埋公害事件佫发生，航空城工程处嘛伫会勘的现场，当场恶互民众看。土是也是公共工程，是我们农水署的皮桃，所以那个土都是好土，没有掺杂一点垃圾或不适用的土壤。不好的土我们航空处会把关，不会让它进来。航空城工程处表示，回填的土是为农水署所准备去公共工程来的，经过检验合格通过，无污染的问题嘛无毒。 民众若是袂放心，会当以要求的地点采样送检，而且公告结果。另外，讲到安置家库土木杂钱的问题，这是有一定的规范，杂钱的程度爱达到80%以上，强调会严格来把关。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台东的绿岛观光的人潮是4月到6月逐个月拢超过4万人。即卖热热是用电的高峰顶个月嘛已经跳电几啊届咯。台电伫这2礼拜甲一寡受到严害、真严重的线路拢换掉，所以目前供电是真稳定。嘛，呼吁绿岛的游客就爱斗3工省电。
台东县的天气是继续烧热。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统计，去年4月到6月去绿岛旅游的人数有83000多个，但是今年的同期是增加到123,000多个人，这也是增加真侪人，用电量嘛同款大大增加。顶个月5日这个用电量是创42冬来的新高，要6000瓦。最近佫常跳电，尤其伫温泉村遐。这1个礼拜是没有，但是前2个礼拜基本上都会跳，它都是在夜间。台电讲，绿岛是用燃油来发电，去年就一直有在换发电机组，发电量是有够的。但民众反映跳电，供电人员发现是供电的线路受到淹害，已经有去换。台电讲，伫休热的大月会继续一直去看发电机组的情形。会把这个一些负载把它做一些分割跟调整哈，让它不会瞬间的用电量哈造成不平衡。那另外一个，我们对线路有加强汰换跟巡视哈。不过，台电嘛呼吁去绿岛的游客，你是若出去活动，爱甲房间的冷气关起来，较省电，互发电机组会当休困，这当提供绿岛暗时用电关风机的运转。记者综合报道。饭店员工真欠，嫌临时工拢真歹找。劳动部提供房务人员、清洁人员补助，通过培训的课程，一个月就会当加领6000块的奖励金。疫情时阵，观光旅宿业拢停落来，所有员工拢停止上班，或者是转做其他头路。疫情了后，各路各开始，不过工作人员煞无转来，尤其即马多是休热大月，花莲旅宿业佫真欠人。在疫情中，一些新兴产业的兴起啊，然后年轻人他可能会有比较新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模式，那确实对饭店这个传统产业上的人力缺口，确实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为协助解决欠人问题，劳动部开始在各地推动疫后改善欠人扩大就业方案。民众也经过公立就业服务机构推荐，各顺利当日全工时头度对每个月领6000块的劳工专案就业奖励。全时工作的话，一般的失业民众每个月可以领6000元。特定对象如中高龄2度就业妇女的话，每个月可以有1万元。偏乡或者是特定地区的话，还可以加码3000元。业者表示，其实过来欠人问题是伫薪水上过低，即马连做3工的人拢找无。现在工读生也都不好找，因为工读生现在因为薪资比较低，所以原则上他宁愿去送Foodpanda、送外卖，工资比较多，而且工时比较自在。那基层在每天在那边做很多的工作，其实他薪资对他来讲是不划算的。虽然大部分的学员拢肯定补助政策，不过也是有人私下表示，因为失业者来上课领补助，结婚了后不一定加入旅宿业基层服务，可补助无法度维持生活，希望政府应协助调整薪水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婚林卖料乡公所4年前开上千万起一个卖料的货柜市场，也毋过因为生意无好，就拍远市网啊路。最近公所打算要甲县政府提供的用地起卖料转运站，嘛望讲附近这个货柜市场会当搁再重新经营，做回来带动地方的发展。4年外前，卖料公所开千外万，打造卖料货柜市集，每到假日总是去卖少人潮前来买农渔产品，但后来经营不善转现地停用。今年3月，卖料公所向云林县府提议，将提供土地外划作为卖料转运站。当初设计这一个的方向跟目标，他们当然是为了让更多的游客来到这里认识麦寮在地的农产品。可是重点就是在集客的部分，包括导览人员的进驻，其实他们遇到很大的困难。观光地区都在那边，希望以后的时候我们麦寮把这个整个地方的公车站的地方就挤在中在一起。卖料乡公所表示，当初兴建货柜市集，是以在地农渔特产为主题，期盼会当带动地方的产业发展，但一直无法度去人潮转现地。希望借由转运站的设立外化，结合社交园区打造新商圈。那我们在麦寮公转运站规划了9条路线，85个班次的规划。那目前我们用我们自筹经费来办理。文管府公务处就讲，卖料乡目前人口数49000多人，加上云林沿海老人人口较侪，公共运输的需求悬，因此管府决定在卖料兴建转运站，初期已经家己将经费规划中，预计今年底报请中央补助，估计起转运站的经费大约1亿。记者云林报道。
第四届的听众倒球世界锦标赛将开幕，特别邀请倒球选手林文如带领台湾代表队进场。这届咱国男子队的目标是要摕到所有项目的金牌，女子队希望讲选手会当进入决赛，增加国际比赛的经验。第四届听众乒乓世锦赛正式开始，来自16个好手依次入场。最后一个入场的是东道主台湾，由外好手林东有的林君如带领入场，全场欢呼。当然，台北市更是一个面对身心障碍朋友非常友善而且温暖的城市。新验大会主席台北市长蒋万安开场致辞，欢迎为世界各地听众好手来台北比赛。这也是为2019年听众羽球世锦赛继5年了后，台北市搁主办国际以及听众运动比赛。率领男子队的听众5条元老杨正忠，最后要将所有项目金牌留在台湾，不过也承认有压力。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因为大家都会来看比赛。对，基洛巴克，因为他好像是职业村长，非常厉害。甲经验丰富的男子队比起来，女子队是将目标放在进入决赛。就以进决赛为主这样，对，因为我们过去参赛的经验也很少，然后就是也不用强求，就是太高的目标，怕给自己太大的压力。选手表现着要争取好的成绩。中华民国听障者体育运动协会也表示，未来也会继续申办国际大型的比赛。最容易表现台湾能力部分就是主办赛会。今年我们2023桌球世锦赛，明年是田径世锦赛，接下来2027年青年世界运动会，全部都会在台北。赵国平表示，听障国际运动总会决议，听障世锦赛拢要附加青年锦标赛，为鼓励国内少年选手参加比赛，累积比赛经验，会积极争取举办。记者综合报道。将听众倒球世界锦标赛青年组的比赛台湾摕到头一面的奖牌。咱国选手林德义、曾成业甲乌克兰相打的对手拼冠军也毋过最后是以0-3输予乌克兰，摕到银牌。乒乓世锦赛男双循环赛最后一场，由共款第3胜的台湾甲乌克兰对决。关系金牌双方明显有点紧张，一开始林天喜发球，乌克兰选手回击无过网，先得到1分。不过面对乌克兰凌厉攻势，咱的小将连接4个优惠差距3-12，乌克兰先摕第1局。第2局林天喜曾成业改变策略，积极强攻，让乌克兰选手挡不了，不过对方马上调整，最后就甲9-9平手。随去靠林天喜的下旋发球，先提赛8点，若果摕1分，等于摕第2局。不过乌克兰选手反击连着3分，逆转摕第2局。到第3局，林天喜曾成业无力，一开始就被连续摕3分，虽然教练话暂停，不过也是无法度改变局势，最后0-3摕到金牌。跟乌克兰打，对方很强，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有机会赢的，只是我们没有把比赛程度就输掉那一局，我觉得很可惜。跟外国人比赛就很高兴。得到更多比赛的经验。目前读国旗的林泰喜，国小6年的曾成业，不只是第1摆代表台湾比赛，这摆也是第1摆配合就摕到奖牌，感觉真欢喜。有经验了后会继续练习，两人拢希望下摆要伫听学摕金牌。第1届听众乒乓世锦赛11结束，再去听众乒乓世锦赛要开始。台湾在去年伫听众奥运摕男子团体银牌杨正忠、王以翔、罗世杰，也有过甲当时的人来捍卫主场。女子队由中生代选手陈千辉甲张基军联手出击，要创造好的成绩。记者综合报道。
真侪民众拢无爱住伫大路边，因为惊吵。世界卫生组织认定，超过55分贝的噪音，就可能会影响健康。中央研究院甲民间团体合作，训练25个民众，乘做宁静追踪师，伫台北182个所在采样，发现讲台北市平均的噪音是56分贝。公园也是巷仔内底一般来讲会当较安静。记者即摆人伫咧台北市南港的中央研究院公园遮，这分贝差不多是55左右，这就是 WHO 建议人伫户外的噪音标准。行到车路边，这分贝会使到70以上。民众对噪音无一定是真要意，但是这其实是影响咱的身体健康。心血管的内分泌、头痛、压力、睡眠品质不佳跟血统认知的下降，这其实在很多的医学文献里面其实都有类似的报道。中央研究院甲台湾社经协会合作，培训25个民众加做宁静追踪师，以手机 App 测验台北市182个地区的分贝数值，也设网站，让民众知影身躯边倒位有宁静的所在。我们身处的环境是越来越吵。那大部分的人对于那个吵的感觉，事实上都觉得很束手无策。所以我们在关注吵之前，我们反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到底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进的可能。中研院表示，根据环保署的资料，台北市平均分贝是56左右，也有进步的空间。因认为，如何大众知影55分贝的宁静是啥物感觉，在推动噪音防治的方面就愈有效。因也望这个计划通推广到其他的县市。记者郭文良随台北报道。来看今年81岁陈明雄，伫50多当前接受当年60岁妈妈捐予伊一粒药剂，这粒药剂对伊妈妈开始使用，到今仔已经使用115当咯。陈明雄嘛是目前台湾药剂的医师，活了上久的病人。现场吉祥物红仔设计能够庆生，伊是今年81岁陈明雄。伫30几岁时阵，因为就毒症开始食药剂，因为厝内底经济负担较重，加上等真侪年拢无人捐药剂。迄时阵65岁妈妈决定捐药剂救囝，才互伊得到新的人生。即马这粒药剂包含伊妈妈甲家己总共使用115年，是国内药剂医师存活上久的病人。腰椎不好，腿会酸这样而已，其他都很正常，不把自己当作病人看，就像一般人一样，家里吃什么就吃什么。医师表示，治疗药剂衰竭除了血液透析到腹部透析以外，上好的方式是医是药剂，用由大爱或者是亲人捐赠的药剂，是对病人的腹肚，恢复原本排尿排毒的功能，免阁看透析治疗。按过病人需要食抗白体的药物，医师了后，病人的10年存活率差不多是8.5%。那这个事实上给病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说，移植可以用这么久，那也给我们医疗团队呢一个学习参考的一个榜样。医师也提醒，为药剂健康，平常时要先注意食物件爱平均，加啉水，也避免伤过油、伤过咸、加高糖的饮食，尤其是有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爱好好控制，才能避免行到食药剂这一步。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老人帮的问题有少年化的趋势，医师提醒讲，这甲3C 产品佮有现代人未少拢有高度的近视有关系，所以医师嘛爱民众就爱互目睭定定休困，有问题就爱赶紧去看医生。明明资料就在面头前，目睭安怎看，煞拢是灰灰，原来是老人目所引起的问题。要看东西的时候看不清楚，就要拿眼镜来戴，戴一戴不看的时候又把它拿掉，你看眼又不行，看眼又是模糊的。那看出那种花花会飘一样的。现代人愈来愈食用3C 产品，过去一般拢是45岁以上的族群，目睭才会产生老人目。不过，验公司发现，这几年未少人也未40岁，目睭看物件开始感觉灰灰，去配老花眼目镜。医生也提醒讲，使用电脑、手机这的3C 产品，平均用20分钟就要小休困一下，才袂去影响目睭的健康。以前的老花眼是因为我们的年龄所产生了老花现象，可是现在的老花眼，绝大部分年轻人也有年轻老花的现象，原因都在于玩3C 用品。在21世纪呢，大家日常生活都大量的使用
电脑、平板、手机所以这个时候呢，会让这个水晶体呢产生混浊，那我们眼睛的睫状肌呢就拉不动这个水晶体那这个时候的话，就会产生提早老花的现象。另外，为了帮助视大，会当看更加清楚、看后面，视德馆宝山乡今年嘛特别推动免费配老花眼目镜的活动，每钱帮乡内65岁以上的中低收入的视大配老人目镜，总共有200位的视大收费。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开始晓热咯，囡仔青少年用网络的时间嘛增加袂少。医学联盟的调查就指出讲，以少伫网络常常会拄到骗钱、骗色、骗个资的风险。有2成的囡仔嘛捌伫网络互骗钱。去看演唱会嘛，就要想要去抢票，结果都抢不到，然后最后就到了 FB 社团去。就是去想要去买就是黄牛票这样子，给了钱之后，他就是直接消失封锁，就是被骗了大概2000块左右。青少年讲出伫网络哄骗钱的经验，已经晓得离校使用网络的时间会大大增加。根据理学联盟的调查，发现离校的网络使用时间平均大工是4.6小时，一礼拜是32.2小时。使用网络的时间愈多，伫网络拄到的风险就愈悬。那我们发现这次调查当中，台湾的儿少面临的3大网络风险，第一个是骗财骗财部分就是网络诈骗的比率，大概这调查当中有2%的孩子表示遇到这个状况伫网络除了骗钱，也会骗色。也有离校表示，某朋友私密相片伫网络外流，也那调查也发现，要我6成的离校，捌拄过网友要求交往。骗色部分当然跟他的人身安全有关，跟所谓的网络的性剥削、数位性别暴力有关，特别是可能会传送自己的裸照啦、裸露的影像这个部分，这比例也有2%其中特别我们去做了一些受害样态的一个分析，发现，今年的调查比起4年前的调查，发现在2个部分的样态是明显的增加。第一个部分就是随着陌生网友要跟儿少谈网恋，就是要情侣交往的比率，来到一个史上最高的部分有5.9%理学联盟表示，离校伫网络的风险，除了骗钱、拄着性暴力以外，还有骗个资。理学联盟是呼吁政府，得爱成立离校网络安全的专职单位，爱参考英国网络安全委员会，建立跨领域的整合。学校嘛爱透过教育，教囡仔拄着危害时安怎应用，增加囡仔的危机意识。也建议家长一定爱知影囡仔拢伫网络创啥，嘛爱教因保护家己。记者柯嘉珊、田浩水台北报道。在中海的岛国塞浦路斯有真侪猫仔，所以有人家叫做猫仔岛。也毋过今年到达已经有超过30万只的猫仔死亡了，得猫灾因为治疗的费用是贵33，所以真侪人无法度负担，疫情是愈拖愈严重。Hi baby, oh my God, I want to take him home. 见到人就念啼啼，爱人共鸟啼，不时就鸟鸟叫。地中海岛国 Cyprus 是出名的鸟岛，猫咪的数量有几百万只，差不多甲人变做。行到倒看到倒，个性亲切，感化袂少人的心。不过，这款猫咪最近所碰到生存危机，年初开始，因持续感染了冠状病毒，引发鸟传染性长型 FIP， 一只来死去。What will happen if FIP continues to mutate in Cyprus is death. The numbers of cats will be severely diminished. And it's not just that they're dying in excruciating pain. 猫咪治疗 FIP 了后，有发烧、腹肚鼓胀、虚弱才镜头，有时阁有攻击性。Cyprus 农业部讲，目前已经有100只猫咪死伫 FIP， 不过动保团体认为，实际死亡数量比官方数字更较悬。正月到达，至少已经死去30万只的猫咪，而且病毒阁在继续感染中。The viru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approach and the aggression, so it takes over all of the body after the mutation. So why the mutation is happening and why it's happening more often now, we don't know. Okay, it's very strange. 猫咪为着冠状病毒，唔是无药可治。不过，即摆2种药啊，其中一种无通过当地政府授权许可，另外一种进口药是介绍授权。一只猫爱开3000到7000欧元，大约10万到24万台币，才当治好。动保团体和饲主拢无法度负担，有民众只有犯法去网络买乌刺药啊，不过来路不明的药啊，可能有未知的风险。猫咪感染的问题嘛无解决。动保人士批评，故使猫咪死去，
等于是苦冻猫咪。若是政府无提出办法，鸟岛落尾恐惊会变作死鸟岛。Cyprus 政府讲，正在研究欧洲相关的治疗药品，会全力来抢救这寡猫咪的性命。公视新闻是婉宁编译。过到大台北地区、中南部，阁有一寡山区会落雷公雨，而且雨可能会落甲真粗。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的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